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容永琪。喺嚟緊嘅10月7日係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嘅大日子，請大家盡公民責任，踴躍投票。今日呢，我請到幾位好朋友，佢哋係香港維護家庭價值協會嘅好朋友，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睇法。係啦，做晒啊！多謝 Samuel， 我係一位大律師。我哋嘅協會嘅宗旨咧係維護傳統嘅家庭同埋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喺呢度呼籲大家選民喺投票日選出一班支持核心家庭價值同埋婚姻嘅候選人。多謝做晒啊 Hugo。多謝 Samuel。作為一位香港律師咧，我係好支持立法會嘅選舉嘅，因為任何影響香港人嘅婚姻或者家庭嘅法律咧，都會影響深遠。作為一位香港嘅原居民咧，我哋更加重視傳統嘅家庭價值嘅，因為要傳宗接代啊嘛。當一個婚姻好，家庭就好咯；當家庭好，社會都好。我哋要立下美好嘅根基，預備將來嘅世代。Alice， 多謝 Samuel， 我叫 Alice， 係一個教授。咁啊，作為一個教授咧，我好支持啦香港嘅立法會選舉，因為咧立法會議員咧能夠代表咧小市民嘅心聲，幫佢哋咧爭取權益。因為作為20年啦教咗家庭輔導嘅一個教授，好體驗得到咧原生家庭咧對一個人成長嗰個影響係非常之深遠嘅，包括佢哋嘅情緒啦、行為啦、佢哋嘅思想啦。所以咧呼籲咧各位嘅市民咧能夠咧去選擇一個咧即係維護家庭價值嘅一個議員出嚟。又話多謝 Samuel， 我係一個牧師啦，咁所以咧我更加要呼籲大家出嚟選舉，因為咧香港係個福地嚟㗎。我自己喺工作嘅當中咧，都遇到唔少嘅家庭係有需要去揾人求助嘅。喺我嘅接觸當中咧，我發覺原來家庭咧對每一個人嚟講咧，佢嘅成長咧係非常之重要。點解會有問題產生咧？就係因為家庭出現咗問題係唔和諧，所以我哋更加要重視咧家庭嘅核心價值。所以咧，我更加要呼籲大家出嚟選舉，因為呢個咧係我哋要盡公民嘅責任。多謝話，請大家記得公民責任，日日有責。10月7號投票日見。